体育消息来看，中华职棒总冠军赛昨天进行第二战，乐天桃园队以2-1拍赢中信兄弟。目前总冠军赛乐天是2-0领先。根据较早的资料，看这个盘势，乐天摕冠军的几率有到88.9%。那林立对李伯登来讲会是比较头痛的打者。这一棒打左半边，那么远，左中外野方向飞球，这个球过了。 这开球就攻出杨春炮，是中华职棒总冠军赛史上第一球第一个打射就攻轰软的第二人，前一场3-0完封抢胜。乐天桃园伫咧客场国再出战，第一球就先提分，到第7球顶半球一个人出球完瑞，今麦要讲的是挑战赛表现正赞的林子伟。 林子伟打成一个软弱滚地球，要考验一下姜昆宇传2垒，1垒这边没有机会了。那这个滚地球带有1分打点。乐天得到2-0领先，因那中信兄弟今年总冠军赛前2战打球拢无发挥，8连续15球拢无提分，一直到这场的第7球下半球，柯基宏攻出2垒安打上垒，对方球果倒偏去才顺利提分。哇，那这样子的话要得分了。 结果是用这种方式来中断连续没有得分的记录。中信兄弟总算摕到分数了，第8球下半球再反攻，无人出球完垒，机会正好，因不正可惜拢差14啊无摕到分数。乐天桃园先发投手魏能弟，这场比赛表现正赞，到7局赢94球，这个人被讲出3支安打61分，召唤队2-1摕到2连胜，摕到胜投加单场 MVP。直球 high fastball。 根据历史资料，总冠军赛史上前18遍出现2-0领先的球队，上面有16遍摕到总冠军，机会是有到88.9%。这个人2遍0胜2败球队，上面逆转摕冠军，包括1997年李全龙、甲2016年一来赛牛，所以中信兄弟要摕冠军的机会，这个人11.1%。记者综合报道。